请讲师是非钱道冲，坤道冲，讲师好，讲师好。好，请坐下。中文书跟助理，咱今日各位这个代表，大家早安。讲师早安。咱今仔日要用国语讲还是台语讲？用台语讲敢有台语听无的，台语听不懂的举手一下。拢听有啦非常感恩感恩着咱老母娘的慈悲，祖师爷奉主台湾，师尊师父两条台的大力，老前人五代牺牲之必有，咱前人点样书的提拔，学学今仔日较有这个遮好的机会来遮来甲咱共学因为这个本来这课的话是咱蔡教授蔡长进教授。伊要来演讲，因为我临时有变故好学人为寿命伫这个部分遮来遮我甲咱共同分享一下有不足的所在，咱注意前面台顶甲咱多多包涵伊今仔日要来甲咱分享的，就是要安怎互家己更加好啦，要安怎互家己更加好。好这项物件，对咱来讲有重要无？有嘛大家不茫讲要互咱拢会更加好，身体更加好，敢是？家庭更加好，事业更加好，心情更加好。迄个好内底有平安、健康、顺利、如意，敢是？迄个好内底里面包含着这物件嘛这拢是咱大家要追求的，这拢是咱大家要追求的。咱嘛做有忙，好学嘛做有忙的好学嘛做有忙，毋过要迄个好的内底，一定咱有资源和条件，无偏偏是人。偏偏拢是老师多的，咱凭啥物要比人较好？这是一个足重要的事，这是一个足重要的事。当咱若无付出比人较济，当咱外在若无比人更较提升，当咱外在的态度若无比人较热心，咱要求神托本，要互伊较好，这个叫做迷信。所以咱若用迷信来经营着咱的人际关系，咱的人际关系袂好，叫无热心，安尼所以好学往往拢有一种观念，就是讲热心，确实要互咱好的基本条件。咱袂好，一定无热心的所在，咱着来检讨毋是茫讲老师有当互咱较好，去庙里求讲要互咱较好。咱若有即个心态，咱交混合神的关系嘛袂好，咱含人之间的关系嘛袂好，袂因为咱有去求神托付咱的关系会改善，无可能，不可能。所以讲，咱拢茫互较好，迄个好的物件，咱拢要求富贵，有无？有要求富贵无？
求人会得人的，求人会不会得人？会嘛吼？为什么求人会得人？咱有思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咱求人会得人？为什么？因为咱人有七分之心，叫做人嘛吼。七分之心是你与生俱来，你本来就有备的，所以你本来就有备了七分之心，所以你若要求人，你会得人呢？你本来就有的啦，你本来就有七分之心的啦。若安尼，你要求人会得人咩？会。但是，咱用这个逻辑来讲，那安尼咱敢有备了富贵的条件？啥物叫富？富叫做不贪，叫做良心。哦，若安尼咱敢有备了不贪的条件？咱有备了这项，这最重要呢。哦，真正富的人，我已经都有啊，我才得去贪。虽然我足有吼，毋过呢，有。虽然我有，我会当食较好，用较好，住较好，穿较好。哦，虽然有，我嘛会当头壳掠掠；虽然有，我会当讲话对鼻孔来。哦，因为我有嘛，我个人该趁安尼嘛。毋过你有本事就像我安尼啊，吼，反正虽然有毋过我袂想要食较好，用较好，我袂想讲要穿较好，要住较好，我要将我有的这资源，搁要用于上界有路用的所在，这个叫做富裕的本质。安尼哦，对无？这个叫做富的本质啊。这物件就是讲，你具备了好野人的迄种的本质无？哦，本来我就有啊，所以伊会摄的，伊咧摄的物件，摄的物件本来我有，我就有啊，我咧摄的物件我会烧袂，我袂烧。对着有意义的，我认为讲较欠的无要紧，因为安尼，迄物件我安尼就有够，我安尼就有够了后，我剩落来这个用于上界有意义的所在，咱具备了迄个富的本质无？安尼哦。这个叫做内在，所以你具备了这个富的本质了后，你要去求富，袂富袂？会啦，咱求富袂富，原因是因为咱无这个会当大腹肠迄个社的态度啦，安尼意思啦。咱若有迄个腹肠对社会、对道场、对兄弟姊妹有迄个腹肠社的态度的时阵，其实咱具备了。富的本质，咱要求有知影有啊，绝对有。安尼哦，贵就是不俗啦，叫做贵气啦，吼，叫做贵气。毋过你有贵的人，当中你安怎？你也不俗。你要贵气，袂使俗气，袂使俗气，就是安怎？自重。自爱、自尊、和自强，咱有这物件。毋过咱若无这物件，毋望别人尊重咱、看重咱、重视咱。若安尼的话，你要求有困难无？有困难。毋过咱自己若会自重、自爱、自制。通自己鞭策家己，重视家己的话，调整家己的话。今仔日迄个贵是伫迄个内心当中，贵伫内心的当中，咱今仔日要毋望别人甲咱重视，今仔日毋免毋望别人自己来重视。所以富贵这个物件会求一个重
点，咱自己了爱内心世界具备了这个富贵，会当不贪含不俗的一种的内在本质，咱较有才调求富贵。啊，富贵这两项物件一旦入来以后，咱较好无？有嘛吼？啊，那咱求的是毋是拢求富贵？啊，会当求富贵咧？啊，毋过咱内在爱具备了富贵的条件。安尼哦，当咱内在迄个富贵的条件会当形成的话，那安尼变成富就是能舍，贵就是能耐，能耐啊！因为透过伫咱自重、自爱和自尊当中，咱的内心世界有弹性咯，会求的，嘿啦，因为咱有咧调整咱自己。咱的内心世界面前，要因为一件代志、一句话当中，互咱内心会产生一种的不平，产生一种的挂碍，产生一种的想会诽谤、会无敢是。所以富贵的物件会纠正，富贵的物件会纠正，搁咱内心世界爱有了。不合规，迄种不贪不俗的节，安尼哦，咱若要，安尼咱就要求富贵无？哎吼，哎，咱自己改变咱家己的心态，到才了求富贵，求中心嘛是共款，求平安嘛是共款，拢是咱的内在。安尼的话，今仔日咱慢慢去家己体会，咱用这个理念来面对着咱的因缘，咱的因缘内底讲咱的主题，也是咱的顺啊。看着咱这种理念，伊叫咱会合的，会啦吼，对无？啊，所以有足侪袂合，是因为咱理念的问题咯。咱的理念无符合实际的问题啦哈。安尼，所以咱的理念内底爱符合伊实际。啊，若安尼的话，今仔日咱互相之间的关系内底，较有一个平台，会当安怎会当交流。啊，若无咱的理念交的理念差相，咱的理念无符合实际的时阵，咱无平台通交流无，啊，迄个交流叫做沟通。咱的理念若无实际，咱今仔日来交流，我的面头前有效无？嘛无效呢。对人都无效，对阮有效。要骗啥？啊，安尼讲如果求唔免，安尼到尾也爱自求安尼，哦。所以要互咱较好，有资源无？啊，需要资源的，咱叫做资源。要互咱较好，一定爱有资源。啊，这个资源叫做经营团队，叫做经营团队啦。要互咱较好，无简单嘞。互咱一个凡夫要并甲一个圣人安尼有好无？互咱伫即个凡间轮回，啊，互咱并甲以后会当转去归位安尼有好无？互咱是一个普通的人，啊，并甲有一个不平凡。即个一定爱有一个足强足好，甚至于讲今仔日利益有形无形的资源，一定拢爱有。所以要栽培一个博士。国家用足侪资源，爸爸妈妈也用足侪资源，啊，你安怎对？幼稚园开始大家博士，你安怎读偌侪钱？用偌侪资源，开偌侪钱，食偌侪饭，用偌侪精神力内底，用足侪资源。迄个资源当中有形无形的资源当中，拢灌输因内底，但好不容易讲我今日去摕一个博士，啊，为着要趁一个几万块。哦，爱用遐侪资源的，啊，今仔日要互咱会当真正家庭幸福，大家和谐，啊，佮大家互相之间拢会坐家，啊，大家会同心，以后当中咱会当归为了用的资源爱用较济无？是要栽培一个富较不容易，还是要栽培一个博士较不容易？栽培一个富人吼，安尼敢要用足侪资源？哎嘛吼，所以足无简单的，所以咱毋通去家己想讲，要甲人讲的讲，要栽培
一个佛的无简单，因为咱的凡夫的劣根性上过济。迄个劣根性，人讲牛牵你到北京就是牛咧，啊，要将即只牛牵你到北京变成一个圣人。迄个劣根性是难度是来到安尼呢，所以人讲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呢。要改变一个江山，爱死几千万人，几百万人，爱开足济钱的。啊，毋过要改一个江山，我嘛最简单。啊，要改变一个人哦，比咧改变一个江山较困难。啊，你来看，成就有困难无？啊，哪里对？咱是性格啊，我讲是。啊，那咧爱投资足济资源，所以咧投资遮济资源，咱去即间学堂，对咱去义和中心到咱过去当中小学堂，安尼累积一直教育，一直教育，前赴后继，一礼拜举办偌济课，学偌济物件，啊，煮偌济便当，投资偌济钱，较早20-30大块，我看，这爱叫点算数学啊，算济一个钱，我开偌济钱，开偌济人去开偌济资源伫内底，莫非为着要教育？安尼哦，所以若要互咱较好，用我这个资源哦。所以教育这个物件，有当时啊，认真讲，你看袂到，看袂到成效，毋过无教育袂使。所以咱伫迄内底当中，就是讲要由咱的性的物件慢慢啊去改变，由咱普通的性，要互咱改变到有变化的性，真内底一定会教育。即内底一定会教育，啊！迄教育内底一定爱有资源，爱有团队。即个团队内底有环境的团队，含人脉的团队，含形象的团队，有一世人一定。安尼，啊，若讲今仔日要互咱食较好，用较好，啊，趁一个较济钱的，毋免后壁迄两项啊。对天命含形象，毋免靠啊对天命来啊，对神来啊，毋免啊。因为啊，因为家人环境含人脉安尼就有够啊啦，吼，啊你若有迄个福报的话，就会当食较好，穿较好，用较好啊。毋过究竟嘛是一个人，叫做好野人安尼尔，吼，安尼叫做好野人，吼安尼尔，吼，嘛是一个人，嘛是按倒哩平凡的人，对。要互咱真正入去到讲真正咱的家庭好野无。有钱，有钱哦，有钱要安怎变成值钱？后壁就爱靠天命和信心啦。安尼哦，哦，要互咱真正产生价值，爱后壁就爱靠天命和信心。所以恁内底当中，要互咱真正会好，咱的赞助就是停留伫讲咱凡间的这个好，是要互咱由内在去遍地去改变去，对咱的性格去改变去，改变去了后当中，互咱慢慢啊起来，真正伫咱的家庭内底，迄个的祥和之气内底有德性，对无德失德，进入到德行，进入到德行。啊，伫迄个德行内底，互相之间无声无声。安尼哦，安尼的话，较是真正咱教育的真正变化，这个团队的呢。所以恁内底通来讲，讲这物件叫做资源，这资源拢是咱的一个资源。所以第一，伊当讲环境的资源；第二，当讲环境的资源。这个环境当中就是一个资源，啊，这个资源就是要互咱去感觉，叫人去感觉。所以咱来到这当中，就是。用迄个感觉，来到遮迄个感觉刚好，吼，安尼嘛吼，感觉刚好，我看到的，含我听到的，这个人咧讲话吼，啊，互我感觉起来，这个人安尼真祥和吼，迄个感觉，安尼哦吼，所以咱来到遮当中，咱的投入的程度，拢会去影响到咱心。亲的感，啊，所以咱前几只哈，做任何
袂使伤紧，讲话爱调整。重点伫对，心就亲啊，搁活伫感觉里面，安尼啊。所以迄个感觉是啥创造出来？敢是咱创造出来，爱谨慎咱的言以及意图含认真程度。咱来到遮若无认真吼，做前辈者也无认真伫遐拄吼，爱叫这个，这叫心道是讲你较认真听咧吼，伊会感觉较好，好，为虾米？因为你前辈者都咧无认真听，敢是安尼？所以是行头前面理的人带动着迄个气氛的感觉，因为迄个感觉上介啥？第一感觉，安尼哦，因为。心道清因为到遐是感觉的东西是第一印象，安尼哦，有感觉来创造迄环境，进入到新的磁场，心是磁场的创造者，是感受。咱内心当中的迄种的态度，刻出来了后，对任何代志的投影。咱这互学，咱的后代，伊感受袂到。当伊感受袂到的时阵，代表着咱心的投入程度无够，改变自己的自我要求程度无够。所以，当咱内心迄个伊感受袂到，迄个磁场伊感受，迄个感受的物件是毋免用话讲，毋是讲我做足济，我就要讲互你听，互你感受袂到，错了，不对。迄个感受的物件是咱安尼咧做，安尼点点滴滴咧做，伊咧感受。咱咧认真，伊咧感受。安尼哦，咱的认真伫咧感受，问仔在要做啥物工课，后壁要做啥物工课，咱的规个整体性的投入、的计划、伊的思虑，其实咱的互学也是咱的后代，看到咱要做这项有意义的代志，的投入和思虑，伊感受到的，伊感受到爱。咱对迄个物件，对迄个物件的精神，伊感受。咱若拢马马虎虎，伊感受着讲，你骗人倒嘛安尼尔，因为安那拢清清在做，毋是？所以迄个精神的物件，它产生一种的磁场，它产生一种的磁场，迄个磁场内底会有一种吸引力。所以，一个磁场真好，就是精神总有够的时阵，迄个磁场内底它有一种凝聚力，它有一种凝聚力。若无的话，咱人的心拢做松散的时阵，无要无紧的时阵，这种磁场散，那种感受。所以，心里就是磁场的感受者，心里的磁场创造者。后边后几行。灵是磁场的启用者，他感应，安尼，所以你内底咱慢慢起来，咱往都成长，都生长在感觉和感受里面，拢感受里面。就是咱今日去透过灵的感应，灵的感应没有那么简单，灵的感应，灵的门爱开，咱灵的门开啊未？开啊嘛吼，灵的门开啊嘛，灵书一致，所以灵的门开啊了后，所以开一定爱开，所以叫做心有灵犀。一点通，
灵的门一定爱开，灵和心要结合做伙，一定爱一点。灵的门一定爱开，灵的门开了后，就是要用，就是要用，要感应。感应的物件当中，就离开了感觉和感受来。感应的物件就离开感觉和感受来。虽然我的感觉无好，所以灵的门若开了后，虽然我的感觉无好，虽然我今仔日感受无好，毋过为着啥？为着这个家庭的和谐哦，我必须爱，我必须爱体，我必须爱体谅，我必须爱体谅。安尼哦。所以灵的物件当中是超越在声色以外，声色以外哦。所以你内底当中，伊真正就是要客入到安那，要客入到讲，要超出着我们的感觉和感受，因为感觉拢和感受拢互声色，互这一句话，互一项代志会去甲咱左右我们的感觉和感受。毋过这物件要会当离开感觉和感受。就是一定一种的无声胜有声，就是要客入，要契合落，安尼。所以咱的前辈这定来讲，讲既然咱用心听，道理无所谓就好歹，重点是quoi？重点咱就是用灵来客，用灵在起。一句话可能足普通的话，咱若用灵咧契合的时阵，你内心会感动。是这样哦。所以有当时咱若讲灵要会当契合的，内心愈单纯的人愈会当契合。过去的人太闲了，会较偏，因为较顺。伊刻出来的物件较真，会安尼袂？所以有当时啊，讲是大人甲咱讲，你厝里爱加钱一件衫，今仔日食了，甲即句话啦，对，刻入去的，即摆人刻入去啦，较早人刻入去的，会啦。较早人若看到是大人讲啊，伊只暗嘛，搁伫遐咧做，只暗嘛，搁伫遐怎，较紧就切跑下咧吼。靠较厉害做，较紧要去拼，要去为着啥？为着看着时大人，不仅是无时大，时大人应用去遐拼啊！哦，敢是安尼？所以一个小动作里内底当中，伊马上啊，那种东西不是在声色里面依稀看到当中，伊马上会去感受着伊的灵马上去起，迄个叫做感应。所以，咱的身躯是用咱的身躯和心和灵当中，它都对这个磁场来对，拢是啥？都是承担着一种什么？一种灵气的责任。安尼哦，所以咱的道理内底，伊就甲咱创造一个好的道理，好的教育环境，来凝聚着咱的感觉，互咱有好的感受。以后当中，互咱好好啊，伫这个磁场内底去感应、去受用。所以，一个环境足重要。啊，咱创造环境，咱必须要创造环境。啊，有遮好的环境，要互咱爱好啊去来生。所以，这个环境就是要互咱一个教育，互咱在心有一个教育，啊，要互咱灵会当安顿的所在。安尼哦。啊，就是咧讲啥？还是咧讲人脉？就是在讲人脉哦。人脉和人际敢有关联？敢有共款？人脉和人际有没有关系？敢有共款？有共款哦。对啦，表面上吼有共款，毋过程度上无共款。
深度上无同款哦，所以咱慢慢去来体会啦，以利相交，叫做人际，以利相交，叫做人脉，哦，所以以利相交，啊，叫做交际，所以叫做人际，人际哦，这样叫我看。